高瞻遠矚嘅視野，加上多年嚟建立嘅財富，能夠改寫家族未來。保誠翁裕非凡終身人壽保險計劃為你提供終身人壽保障同長線財富增長潛力，配合一系列規劃工具同市場首創嘅自主傳承身故賠償支付選擇，你可以靈活咁規劃傳承財富嘅時間同方式，延續家族盛世。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係50歲嘅 Stanley 最自豪嘅成就。佢希望為仔仔 Joe 同女女 Alice 築起堅實後盾，確保自己萬一不幸離世，一對仔女都可以得到妥善嘅財務保障。同時，佢亦希望提升財富增長潛力，為家族嘅盛世奠定基礎。所以佢選擇翁裕非凡終身人壽保險計劃，一筆過俾咗約123萬美元嘅保費，投保88萬美元保額，即係已繳保費嘅6.5倍。當 Stanley 65歲，佢透過開枝散葉選項將保單平分2份，而仔女分別係各自保單100% 嘅受益人。佢亦運用自主傳承，分別為仔女度身訂造財富傳承方案，設定身故賠償嘅發放時間同方式。Stanley 喺85歲離世，Joe 一筆過攞到超過400萬美元嘅預期身故賠償，用嚟擴展爸爸留低嘅商業王國，延續家族盛世。Alice 同時都可以攞到超過400萬美元嘅預期身故賠償。根據 Stanley 嘅貼心安排， Alice 先一筆過攞咗50萬美元，之後20年就每月攞8000美元作為生活費，保持優質生活。為咗幫女女 Alice 實現無憂退休生活， Stanley 一早為佢選擇好人生事件，就係當 Alice 一到60歲，就可以一筆過攞埋剩低超過158萬美元嘅預期身故賠償，加埋約57萬美元嘅非保證利息，佢可以好好咁享受退休生活。Joe 同 Alice 合共攞到超過857萬美元嘅預期身故賠償同已累積利息，係 Stanley 已繳整付保費嘅7倍。保誠翁裕非凡終身人壽保險計劃，俾你以行動表達對家人嘅關愛同無間守護。